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20，箴言14章16節到17節安尼講：智慧的人事事謹慎，遠離歹代；戇人驕傲放肆，快受氣的人做代志愚妄。詭詐的人，予人怨恨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事事謹慎，遠離歹代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的牧者。你是阮的保護甲引帶，主啊，你是良善的氣力，你是智慧的根源，你是活命的主宰，主啊，我們用敬畏的心來敬拜你。也要用專一的心來服侍你，願要尊你最大，也要時刻來稱頌學羅你的名。主啊，求你將阮凡事來到你的面前。追求你的心意，予阮佇所做頂面，無偏離你的旨意，也行佇你所歡喜的路。因為阮知，智慧的人事事謹慎，遠離歹代。愚妄驕傲放肆，快受氣的人做代志愚妄，詭詐的人予人怨恨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。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